第14章伊卜拉欣，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。艾列弗、良木、拉爾，這是一章經，我把它降示你，以便你奉主的命令而把眾人從黑暗中引入光明，引入強大的可頌的主的大道。真主是有天地萬物的，哀哉不信道者，他們將受嚴厲的刑罰。他們寧要今世而不要後世，並阻礙真主的大道，而且想在其中尋求偏邪道。這等人是在深深的迷霧之中的。我不派遣一個使者側耳，但派遣的時候總是以他的宗族的語言降示經典，以便他為他們闡明正道。而真主使他所意欲者誤入迷途，使他所意欲者遵循正路。他確是強大的，確是智慧的。我確意派遣穆薩帶着我的許多跡象去。我說：你把你的宗族從黑暗中引入光明吧。你應當以真主的一些紀念日提醒他們。對於每個堅忍者和感恩者，始終確有許多跡象。當時穆薩曾對他的宗族說：你們應當銘記真主賜給你們的恩典。他曾使你們脫離法老的臣民，他們使你們遭受酷刑，屠殺你們的男子，留下你們的女子，始終有從你們的主降下的大難。當時你們的主曾宣布說：如果你們感謝，我勢必對你們恩上加恩；如果你們忘恩負義，那麼我的刑罰確是嚴厲的。穆薩說：如果你們和大地上的人通通都忘恩負義，也無損於真主，因為真主確是無求的，確是可頌的。你們以前的民族，盧哈的宗族、亞德人、塞莫德人和他們以後的人，只有真主能知道他們。難道這些人的消息沒有來臨你們嗎？他們族中的使者超示他們許多明證，但他們把自己的手插入口內，說：我們必定不信你們所奉的使命。我們對於你們所宣傳的事情，確是在使人不安的疑惑之中。他們族中的使者說：難道對於真主天地的創造者還有懷疑嗎？他號召你們行善，以便他饒恕你們的罪過，並對你們緩刑到一個定期。他們說：你們只是像我們一樣的凡人，你們欲阻止我們崇拜我們的祖先所崇拜的，你們超示我們一個明證吧。他們族中的一個使者對他們說：我們只是像你們一樣的凡人，但真主施恩於他所意欲的僕人。我們不該超示你們任何明證，除非奉真主的命令。信道者只信託真主。我們怎能不信託真主呢？他確已引導我們走上正道。我們勢必忍受你們的折磨，讓信託者只信託真主。不信道者對他們族中的使者說：我們勢必把你們驅逐出境，或者你們勢必改信我們的宗教。他們的主就啟示他們說：我勢必毀滅不義者，我勢必使你們在他們毀滅之後居住他們的地方。這是畏懼站在我面前，而且畏懼我的同行者所得享受的。他們曾要求判決，每個頑固的暴虐者都失望了。在他的身後將有火獄，他將飲濃汁，一口一口地飲，幾乎咽不下去。死亡將從各處降臨他，但他永不會死。在那種刑罰之後，還有嚴峻的刑罰。不信主者，他們的善功比如一堆灰，在暴風之日被狂風吹散。他們對於自己所謀求的不能獲得一點報酬，這確是深深的迷霧。難道你沒有看見真主以本真理而創造天地嗎？如果他意欲，
他就消滅你們，而創造新的人。這在真主絕不是困難的。他們將要一同出來見真主，而懦弱者將對自大的人們說：我們原來是你們的部下，你們能替我們抵抗真主的一點而刑罰嗎？他們將說：假若真主引導我們，我們也必然引導你們。我們無論急躁或忍耐，這在我們是一樣的，我們絕無避難所。當事情已被判決的時候，惡魔說：真主確已真實地應許你們，我也曾應許你們，但我對你們爽約了。我對你們本來沒有什麼權力，不過是我召喚你們，而你們響應我的號召，所以你們不要責備我，應當責備自己。我不能援救你們，你們也不能援救我。我不承認以前你們曾把我配主，不義者必受痛苦的刑罰。信道而且行善者將蒙主的允許而進入那下臨諸河的樂園，並永居其中。他們在樂園裏的祝詞是平安。難道你不知道真主有過這樣一個比喻嗎？一句良言，好比一棵優良的樹，其根底是深固的，其枝條高聳入雲，憑主的許可按時結果。真主為眾人打了許多比方，以便他們記取教誨。一句惡言，恰似一棵惡劣的樹，從大地上被連根拔去，絕沒有一點安定。在今世和後世，真主以堅固的言辭使信道者堅信，真主使不義者誤入迷途，真主是為所欲為的。難道你沒有看見那等人嗎？他們對真主忘恩負義，並使自己的宗族陷於滅亡之境。火獄之中，他們將進火獄，那歸宿真糟糕。他們為真主樹立許多匹敵，以便他們使人背離真主的大道。你說：你們享受吧，因為你們必歸於火獄。你要對我的那些信道的僕人說，讓他們謹守拜功，並且在那既無買賣又無友誼之日來臨以前，秘密地和公開地分捨我所賜予他們的財物。真主創造天地，並從雲中降下雨水，而借雨水生產各種果實，作為你們的給養。他為你們制服船舶，以便他們奉他的命令而航行海中。他為你們制服河流，他為你們制服日月，使其經常運行。他為你們制服晝夜。你們對主的要求，他對你們有所賞賜。如果你們計算真主的恩惠，你們不能加以統計。人確是很不義的，確是忘恩負義的。當時伊卜拉欣說：我的主啊，求你使這個地方變成安全的，求你使我和我的子孫遠離偶像崇拜。我的主啊，偶像們確已使許多人迷誤，誰信從我，他確是我的同道；誰違抗我，那末你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我們的主啊，我確已使我的部分後裔住在一個沒有莊稼的山谷裏，住在你的禁房附近。我們的主啊，以便他們謹守拜功，求你使一部分人的心依戀他們，求你以一部分果實供給他們，以便他們感謝。我們的主啊，你必定知道我們所隱為的和我們所表白的。天地間沒有什麼事物能瞞過真主，一切讚頌全歸真主。他在我老邁的時候賞賜我伊斯瑪儀和伊斯哈格。我的主確是聽取祈禱的。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和一部分後裔謹守拜功。我們的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祈禱。我們的主啊，求你在清算實現之日饒恕我和我的雙親和信士們。
你絕不要以為真主忽視不義者的行為，他只對他們緩刑到瞪眼的日子。在那日，他們將抬着頭往前奔走，他們的眼睛不敢看自己，他們的心是空虛的。你應當警告眾人，將來要有這樣的一日，刑罰將來臨他們，而不義者將說：我們的主啊，求你讓我們延遲到一個臨近的定期，以便我們響應你的號召，順從你的使者。難道你們以前沒有發誓說，你們絕不會滅亡嗎？你們曾居住在自虧者所住的地方，而且明白我是怎樣處置他們的。我也為你們打了許多比方，他們確已用計謀，在真主那裏有他們的計謀的果報，他們的計謀不足以移動群山。你絕不要以為真主對他的使者爽約，真主確是強大的，確是懲惡的。在那日，這大地要變成別的大地，諸天也要變成為別的諸天，他們要出來見獨一的全能的真主。在那日，你將看見罪人們帶着自號，成雙成對地被捆綁起來，他們的襯衣是用瀝青做的，火將籠罩他們的臉，以便真主依據各人所行的善惡而加以報酬。真主確是清算神速的。這是對眾人的充分的表示，以便他們因此而受警告，以便他們知道他只是獨一的被崇拜者，以便有理智的人記取教誨。